哇，用半日時間咧就做好 landing page 或者介紹網站啊，仲要唔使俾平台月費，即刻就可以公開用，真係好啊！呢家運用 AI 咧可以快速幫手搞掂網站 UI 同 UX，而且可以好快做好特效、文字排版、content logo、contact form，甚至製作優惠倒數器、網站玩遊戲贏優惠碼、admin 管理頁面都可以做到㗎。再唔使花幾個月去籌備、製作遊戲、宣傳活動等等。仲可以大大降低製作成本、時間同靈活性。以前可能揾公司改一改個網站框架同入邊程式，都要成個星期甚至一個月。呢家最快可能一日或者幾日就搞掂啊！不過雖然 AI 係可以好快 gen 到網站框架，但係當中點修改、做連接、部署、設計等等都需要人手處理。如果你都需要製作 landing page、個人網站或者公司網站、網店等等，甚至製作宣傳圖片、廣告。留言 AI 9或者 PM 發你有關資訊啦。